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我老實話粉嶺 One and Well 有個單位完工啦，全屋1000尺，3房2廳，用咗18萬8，我哋一齊上去睇下抵唔抵啦！一入到屋企呢，我就發現驚喜啦，到頂餐邊櫃都幾乾淨㗎，中空位搭配咗隔山條，夠晒美觀啦！出入屋企嗰時，隨手可以擺放鎖匙喺度。今次整體係用咗圓弧嘅工藝，主打一個優雅。展示櫃係上翻玻璃門加小氣撐嘅設計，見唔到灰塵之外，整體都幾靚㗎。上櫃收納大，下櫃實用性高，屋企物品唔使擔心唔夠地方擺啦。今次再檢查一下隔離嘅到頂櫃先，整體係歐式嘅風格，中空位設計咗2層，實用性增加咗2倍啊！上櫃收納大，而且活動層板嘅設計可以任意擺放唔同 size 嘅物品，下櫃收納咗幾十對都冇問題，啱晒啲蜈蚣精啦！再過嚟客廳睇下啦，今次電視櫃藝術氣息拉滿啦，圓弧嘅設計搭配埋隔山條，矮櫃懸空呢就更好清潔啦，加上有3個拉櫃做收納，唔止實用性高啊，根本見唔到灰塵。而家解放雙手，做少咗好多家務喎。先去細房睇下先，間房都冇乜特別嘅，一個油壓床搭配咗3個大拉櫃，收納大就唔使講啦。再搭配埋粉色嘅上櫃下書台嘅設計，小朋友可以安靜喺度溫書啦。展示櫃呢邊仲有位擺㗎，一句到尾，實用性拉滿啊！跟住再睇下囡囡房，粉色嘅油壓床真係令人眼前一亮啊！床頭軟包可以舒服咁靠喺度休息啊，而且空間全部都用盡。油壓床作為收納王者，我就唔使多講啦。仲有到頂嘅衣櫃，實用性大，搭配埋拉桿，平時攞取衣物就更加方便啦。最後睇下主人房啦，今次主人房設計咗一個超大嘅油壓床，屋住啲棉被啦、行李篋啊，全部都可以擺得落。梳妝台設計咗4個拉櫃做收納，咁就唔使擔心啲化妝品唔夠地方擺啦。跟住我哋睇下呢個到頂嘅衣櫃啦，雖然呢個衣櫃呢有少少誇張，不過我願稱之為喺過去1年見到最大嘅衣櫃設計之一，收納大到你估唔到啊！而且衣櫃轉角位啲空間都利用得好仔細，唔浪費一啲空間。間屋大致情況就係咁啦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喺香港想做全屋家私定製，揾我哋實冇問題。